你收到一條短訊，內容如下：Eon 提醒你，閣下尚餘30,968積分將在3日內到期，請立即進入 https://anonfunshop.hk 兌換各種精選禮品，萬勿錯過。經核查，這則聲稱 Eon 積分即將過期的短訊高度疑似詐騙訊息，建議你千萬不要點擊其中的鏈接。判定為詐騙短訊的原因有3點：第一，短訊中的鏈接地址 https://anonfunshop 並非官方域名 ，Eon 集團的官方域名應為 Ancom， 與香港官網為 Ancom， 這個 anonfunshop 域名與官方無關，是詐騙者為了混淆視聽而註冊的。第二，訊息中使用3日內到期、萬勿錯過等詞語，製造緊迫感，目的是讓你在緊張的情況下失去冷靜判斷，從而忽略對訊息真實性的核查。第三，正規的積分到期提醒會通過官方 APP 站內信、官方郵件或對賬單等渠道通知，並引導你至官方平台操作，而不會直接發送一個陌生鏈接要求兌換。你應該立即採取以下行動：首先，切勿點擊短訊中的任何鏈接，絕對不要在鏈接的網站頁面輸入你的個人信息、賬戶密碼或銀行卡信息。其次，要查詢積分情況，請務必使用官方的慳手機應用程序或訪問其官方網站。最後，請提高警惕。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在香港運營 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負責零售業務。對於任何聲稱來自 Eon 的可疑信息，都應通過其官方公布的聯繫方式進行確認。這條短訊非常危險，請務必通過你信任的官方途徑來管理和使用積分。如果你對 Eon 官方的聯繫方式或其他服務有疑問，我很樂意提供幫助。